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要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到云林参访，县长张立善送伊一身素还真的布袋戏红啊，望郭台铭亲像素还真咧治理武林安尼来治理台湾。郭台铭真欢喜，讲伊愿意接受这个重担，佮讲愿意甲鸿海集团经营开发的经验分享给云林，互云林发大财。国民党总统初选已参选人郭台铭到云林，县长张立善送伊一尊素还真的布袋戏红啊。素还真也算是正义的化身了哈。那当然，如果能够把台湾治理好，把云林治理好，我想云林好，台湾就会好。我高兴接受接下这个重担希望把台湾治理好。郭台铭讲，当选后会将鸿海集团的经营开发经验带到云林，互云林发大财。当中华民国总统的话，我也到这边来，不但只是来，我来举行国宴，我来验收成果。人家520是上班第一天要度蜜月，我是现在还没有选上，我就开始做，希望那个时候我明年520我能够来这边，我们一起来验收我们的成果。郭台铭嘛，甲韩国瑜共款，打出发大财口号，也佮讲做云林的义工无收10000银，用鸿海团队甲县府合作，替云林县规划开发云林。国民党的总统初选拢也未进行，郭台铭就开支票，就是为着寻求地方的支持。